很有钱啊，而且呢，习近平也是非常的独裁的非常强硬的所以香港大部分人都比较悲观的他们都觉得应该是越来越难过的我们享有的自由可能就越来越小了，法治包括司法独立也是越来越受到很大的挑战有人以前我们对我们的法官是有信心的，觉得他们是独立、公正客观的所以他们怎么样判谁胜谁败，大部分人都接受的但是现在就越来越担心了担心怕香港的法官呢就越来越变成好像内地的法官就是拿到指令政府要他怎么判就判，所以这个是我们都是非常担心的。对于台湾呢，当然中共也是对台湾也是很厉害了所以台湾受到的压力也应该越来越多。在这个月底北京跟那个梵蒂冈Vatican 应该是签什么协议不晓得怎么影响台湾呢？当然最差的就是跟中国建交了就是台湾就没有了我都不晓得情况怎么样，但是肯定因为天主教多年来给人的印象就是他看了中国大陆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很多教徒所以他们是很希望跟中国搞好关系。但是中国当然也提出你跟我搞好关系，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你跟台湾不要有正常的邦交所以我不晓得这个情况会怎么影响台湾，但是应该是越来越麻烦。我也听到内地的，因为天主教是在地下的但是因为就快就中梵建交不是建交了，有个协议了这些地下的教会都不能运作了全部又走上来了，所以整个方面都是大家觉得很担心因为中国是没有宗教自由的所以就是他们有什么协议不是表示中国的天主教徒就更多自由所以从各方面呢，香港人都是很担心，而且如果呢，香港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在1984年12月，中英政府签了一个中英联合声明，说在1997年英国将香港交给中共，但是香港人的自由生活方式保持50年不变，至2047。这个就是一国两制，但是一国两制可不可以成功可不可以现实，就是要中共的自我约制self restraint。因为如果他要做，这什么都可以做的，英国政府也不会理我们的国际社会，我相信大部分国家都不会太作声。所以最重要就是中国自己不要用自己的权。但是现在看来呢，中国的越来越没有兴趣了，他就要告诉你，我有很多权，我也要用的。那如果他是这样的，一国两制就马上完蛋了而且一国两制最重要就是法治，就是自由，因为我们没有民主如果法治没有了，自由就很快的完蛋了，就没有一国两制了。刚刚讲说就是